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营航空的机师这件，因为两个住伫台中的空中小姐，甲较近的机师有接触，所以甲9月住做伙的家属总共是11个人，拢总互送去隔离。加在 PCR 的采检拢是阴性，其中一个空服员嘛已经解除隔离了。但是这个后一波的威胁搁来了，这个新北市幼稚园的传播链，台中有一个阿公到新北市去看孙。 结果，这个孙啊，就是幼稚园的确诊者。台中这个阿公去互控制，加在采检的结果嘛是阴性。另外，幼稚园有一个确诊的小男童，顶礼拜六对着爸爸妈妈登去中华看阿公阿嬷，嘛是好哩加在阿公一家4个人采检的结果嘛拢是阴性。 新北幼稚园群聚案烧到中部，中华增加4位居家隔离者，拢和新北确诊的囡仔有接触。增加4位居家隔离是新北幼儿园群聚的个案的接触者。新北一对父母大后生是幼稚园群聚的确诊者，阁有机会买仔囝寄予中华阿公阿嬷照顾。 父母捌带大后生到中华，新北市通知中华县卫生局，甲阿公阿嬷阁有一岁囡仔和带做伙阿姐控制，4个人采检结果拢阴性。爸爸妈妈他在上个礼拜有回到彰化来看阿公阿嬷跟自己的那个小孩，接到新北市的通知之后，都已经采检了。那采检结果今天上午出来都是阴性。新北市连续2天有幼童家长、老师接连确诊，而这波疫情现在也烧进了台中。台中市就有一名独居的阿公，因为北上找染疫的孙子，因此被台中市政府匡列为密切接触者。不过卫生局也强调，因为这名阿公是独居，因此目前没有其他的密切接触者。台中这位阿公的孙仔虽然确诊，不过孙仔无来过台中。另外，当咧检疫所隔离的阿公 PCR 检验结果是阴性。确诊个案并没有台中市的足迹，台中市匡列1名接触者 PCR 检验结果为阴性。 阁有进前中研为着病毒的风波，和按16119确诊的技术接触，互这伫台中的空服员，伊厝内的人已经伫昨解除隔离，经过3摆的采检拢是阴性。另外，洪开除的技术和按16120接触的空服员到今嘛无出现症头，按算伫9月14号就会当解除隔离。